去就公司的第一天，没有人跟我说话。早上我必须去的比他早，我必须9点半到，但是可能同一组的其他实习生他可以10点半到。你可以摸鱼，你也可以假装很忙，但是你必须到，反正你得到。就是我的思维已经变成我下一秒就要会犯错。他被他的老板骂到天天哭，天天睡不着觉，整个行业的生态都是在一代一代的压榨，就是下一代，大家都在交表面朋友啊。